圣殿内底。咱有2首圣诗，今仔日礼拜中要做伙来念的吼。咱先来念迄条回应诗吼，因为即条大家较熟，所以咱唱一个，较顶咱来另外一条，敢若较罕的唱吼。咱先唱圣诗来串联圣诗119首，上帝囝基督吼，即首圣诗咱请琴弹一下。咱做伙来唱一摆吼，这条圣诗大家拢足熟的。来，上帝囝基督，因罪帮予源头，常常是阮所好，亲像雨水长流，江河的心脏。我的嘴，清早落求做王贵。这条圣诗是一个咱台湾一条圣诗吼，其实伊上早是对中国迄边厦门出来吼，后来讲做咱内底这首圣诗吼，这首圣诗是讲着上帝囝基督吼，咱来过来唱第2节来。预备，第2节。来，上帝主你的爱，永远都无变化，天地慢慢心塞，你是我的无挂。人人想阮比天较深，应该感谢伊看。你是第3节，我无地无食，离开又过耶稣的天空呀，找我带我渡的，伊若不被放下家己，叫我的我永远无是第4节，是给我受大恩，心爱真爱报答，常常好在天尊，伊叫天被感染，总是做阮有袂痛苦，条条所做无正，往路第5节，求主万载有情，互我的行好事，孤单甲我徛起，因做信心的主，我要好使你求救，我要做了路大路。这就是回应诗吼。今仔日礼拜中间吼，生活伫要学了一条圣诗吼，真好听一条圣诗。咱较等下，咱会使来分享吼。伊的歌名是清早起，心门就拍开吼。咱来到教会，咱要来敬拜上帝，咱的心门爱拍开。就敢若咱大概早起起来的时阵吼，你怎啊要看到迄太阳的光吼，你着爱对你的窗仔门迄个窗帘甲开开，拍开光才会入来。所以你的光要入了你的心内，你着要将你的心拍开。所以即条学了的诗吼，清早起心门着拍开，清早起，逐人着缀日头东边去，咱的心着拍开到离，到离就是到开的意思吼。
主的光会照入来。所以，咱来到即个礼拜堂，咱就是爱拍开咱的心来接受上帝光伫咱的心内吼。这是生活里要唱一首信息，咱期待吼，真好听一首信息吼。生活伫即练的时候，伫唱的时候，我想你家己来唱出来吼。即条真好听一条信息。好，来，咱来过来练一条信息120首。上帝关联实在奥妙，即条较罕的伫唱吼。即条是一条真久的信息，172年所做的吼，一条信息，一个牧师所做的一条信息。咱先听轻弹一下。上帝关联实在奥妙，宇宙万物表现奇妙，独生圣囝临到世间，拯救罪人，脱出灾难。短短一条但是嘛是真好听一条信息。来，做来。上帝关联实在奥妙，宇宙万物表现奇妙，独生圣囝临到世间，拯救罪人，脱出灾难。搁一届，第一集过来一届。上帝关联实在奥妙，宇宙万物表现奇妙，独生圣囝临到世间，拯救罪人，脱出灾难。第二集。圣囝真理，无见无变，我正做双向命运，也显着我忧伤惨事，为着第三集，为了听他我的公义，找我受伤感激心灵，主听做来我拿起是求我吃我难着听主，心内我都已经扫除，求主恩典是主用我心心听主难有难断。这首信息是今仔日一开始要唱的信息吼，一条咱罕咧唱一条，但是真好听一个古信息吼，咱准备先将咱的心门拍开来做礼拜。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
上主安尼讲，看，我要互平安开阔斗伫伊，亲像江河；互列国的阳光到伫伊，亲像长满的雨。恁要享受伊，恁要得到护伫身边，摇伫骹头顶。三角的吟诗乌鲁上帝，圣诗120首，请起立。一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定时日价死埋葬落阴雨。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印文第8篇诗篇2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的快乐。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全能的，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全能上帝，至圣至荣。永远的阿爸爸，真实、圣洁、公义、光明是你的名。你毋领是创造宇宙的大主宰，
世界上万米也因为你的赏赐得到活命，得到把助。现主时，阮看见世界充满了纷争，国甲国之间相战争，人甲人之间无信任，对国家的政权、世界的经济，影响到社会中每一位百姓，心内充满惊吓甲不安。这一切，互阮搁较发觉，世上的一切拢属伫空虚，只有你是永远真实。你是阮唯一的倚靠，也是伫黑暗中牵阮的手，行过死荫山谷的牧者。灵敏的主耶稣，你看见这个破碎的世界，甘愿离开天顶的美好，降生伫这个世界，亲自行入去受苦难的人民中间。你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对阮显明你极大的疼心。用你宝贵的性命来做阮的挽回祭，亲像罗马书所讲，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犹顾做罪人的时，伊就替咱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宝血毋领洗净阮逐人的罪，搁较要医治即个破碎的世界。主耶稣，你的救赎是阮伫即个混乱的时代中唯一的盼望甲平安。主爱主，伫你圣家的光照下面，阮无伫无承认阮生命中的软弱，阮定定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煞对你这位疼阮的主冷淡无要无紧。主啊，愿用目屎来洗你的骹，愿忧伤痛悔的心求你来怜悯，因为阮深知只有你会当来洗净阮的心，更新阮的灵。亲像诗篇所讲，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求主对阮的生命中除去亲像石的心，赏赐互阮亲像肉的心。由圣神搁一摆将阮来更新，帮助阮无论环境怎样变迁，拢会当跟对你的脚步，活出基督的见证。亲爱的主，今仔日也是台南新学院奉献的主日，阮为着这间学校栽培无数跟底耶稣的门徒，向你来献上感谢。求主互台南新学院伫即个时代中坚守真理的道，行做社会甲教会的守望者。求你赏赐院长、老师同工有对你来的智慧，培养出谦卑、公义，阁有实在眼光的工人，甘愿放落世界的一切权威，将人生摆伫你的宝座前，献身互你使用。求你也看顾这间学校建设伫学术发展需要的经费，感动正教会甲圣堂同心来支持，互这间新学院会当继续伫这片土地顶面发出真理的光。我要将阮上亲的疼，将真实的敬拜，亲像香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来接纳。阮深深拜咧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言讲。
听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到14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222页。第8节，因为恁前是暗，若是今踮伫主是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因为光的结子在伫一切的好、甲义、甲真，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互伫参察伫黑暗无效果的行做，较好着即避因，因为因伫按前所行的，连讲拢见效，多凡事受即避的，就是互光所显明，因为见若受显明的，拢是光。所以讲，恨的人着醒，对死人中起来，就基督的光要照你。请你信任牧师讲道，题目是验明主所欢喜的事。所敬听咱上城教会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非常欢喜，今仔代表我的母校台南神学院，伫今仔日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内底，向大家做伙来请安，嘛伫主上帝的话语内底，咱伫即个清早做伙来学老主，嘛做伙伫主的话内底照光咱的心灵，去学者好宣传公义，充满真理诚实的道路。行伫主所欢喜的路的顶头，咱做伙伫遮来学习。嘛，感谢咱的教会，对神学教育有真大的帮助。伫咱楼骹，伫台南神学院，就有一个即个特刊，请大家嘛会当来看，即内底有学校的一寡现况的介绍。内底嘛看咧，伫去年咱的教会有超过18万的奉献，伫即个神学教育，特别对台南神学院的一个帮助。而且我代表我的母校台南神学院向大家说多谢，嘛愿主的光照着咱的生命内底，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阮伫主你的话语内底，阮得到启示。恳求主你的话语，即个时阵充满伫阮的心。互阮开阮的心灵的目睭，开阮的耳孔，嘛开阮的晓喙，会晓对主你来行的骹手，伫主你的话语内底，阮来做伙来学习，安怎来验明、来测验伫即个世代内底，主你所欢喜的真理。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神学教育特别我伫台南神学院，我想起我将近10年前毕业，2015年毕业。我会记得我入去学校的第一天，迄个时阵的院长就是我的指导教授王宗牧师，你甲我讲一件代志：神学教育的时代使命是甚物货？时代使命就是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你有所书第5章第10节安尼讲。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因为咱知影，咱伫即个世代内底有真侪无共款的价值观的冲突，而且伫咱的社会变迁真紧的时代内底，咱受到真大的挑战。比如讲，大概5年前，今年是2026年，5年前的时阵，是 COVID-19， 但是甲即阵，咱看了世界佫足侪无共款的改变的时阵，也是讲。即摆有战争的声音，也是讲你比较即5年内底，2020年的时阵，可能咱用手机内底，你袂想着讲有一天你会行业问一寡代志，你用人工的智能AI， 但是即摆即个物件变真事实，但是即内底，转去甲咱信仰的真理内底，要安怎来测验？验明，也是讲用现代的中文来讲，要明辨什么会是主所欢喜的代志，这听做咱每一个人的学习，这嘛是神学教育内底的学习，嘛是伫今仔日咱做伙来关心台南神学院的发展，也是咱整体台湾教会神学教育、神学研究、神学的实践、信仰伫咱的生活内底。
诚做咱共同去学习的一款的功课。总是伫即内底，我想用以弗所书对咱大家人足大的帮助是，以弗所书其实是向，毋是向迄个时代咧讲话尔，其实你用迄个时代因所当着保罗对伫以弗所遮的人、遮的信徒会勉励，共款用即款的角度来勉励咱家己的时阵，咱会知影讲，咱的身份是非常非常。无简单，若是讲以弗所书，真简单来讲，即个结构会使分做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1章甲第3章，伊咧讲伫基督内底的救恩，咱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咱讲以弗所内底，以弗所即个城市内底，有一寡是本来伊是感觉讲伊是上帝选民的犹太人，总是大部分是所谓对逐所在来。可能伫遐领受着福音，咱讲对逐所在来，原底毋是即个信仰的人，因领受着耶稣基督救恩了后，因产生一个新的身份。即个身份就是伫主内底，咱爱称做就是主的囝儿。咱看着咱今仔的圣经第5章的第8节安尼讲，即个伫光的内底，因为恁前是暗，若是单点伫主。是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所以咱大家就是伫主的面前，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体恤内底，咱称做有光明身份的囝儿查某囝，所以咱会当用两款的伫即个以弗所真简单来看以弗所书的结构内底，第1章甲第3章伊讲，伊咧说明即个身份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底。特别今仔日伫即段时间是所谓的大灾节期，大灾节期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流血的即段的节期内底，咱用即款知影讲，咱今仔日会当伫遮，也是讲每一个人通过耶稣基督得到救，即个是救恩真极其宝贝的身份，总是有即个身份的时阵。咱爱安怎？通即个身份会使啥物货？会使三复合的生活的伦理，这是对第4章甲第6章。啊，是你有机会，你都看到第5章的第2节，安尼讲，也着行伫仁爱，亲像基督捌疼恁，替咱献家己做礼物、做祭祀，芳芳伫上帝面前。耶稣献伊家己，所以啥物货？伫主的仁爱内底，咱得坐即个身份。所以，恁着确实知第5章的第5节，因为恁确实知，既若淫乱的，也是误会的，也是贪心，就是拜偶像的，拢袂得到通承接家业伫基督甲上帝的国。所以，因咧讲的就是一款对一款的生活伦理，你含咱即个。得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光明囝儿查某囝的身份，爱安怎三复合的即个身份，所以安尼讲，对伫即个非常重要。咱在座各位通过耶稣基督，咱有份互上帝称做，咱是行伫光明的人，光明的行伫光内底的囝儿查某囝的时阵，有即个身份。但是咱的生活实际爱含伊三复合，所以第5章的第8节开始，这成做一个连结的一个重心。对你遮，咱看到咱家己的身份，咱珍惜咱家己伫上帝的面前，通过耶稣基督付出真大代价得到的这个身份，珍惜这个身份，跑走人生道路的时阵，咱是安怎？因为咱是对黑暗行做光明。就是讲，自从咱若是讲华语的圣经安尼的翻译，是讲自从成为主的信徒，也是讲恁前是暗，但恁点伫主是光，着照光明的囝的人来行伫即条路上。我想这就是诚做咱互相的勉励，就是讲伫咱每一个人生命内底，通过耶稣基督上帝光照光咱每一个人。恳求主帮助咱，
因为咱的性命若无耶稣基督，咱真是黑暗。总是咱因为耶稣基督，咱真做光明。足久以前有一个广告讲啥物啊？肝若是啥物货？肝若无好，人生是啥物黑白的嘛吼？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吼。但是迄是肝，迄是药啊，卖药的广告。但是咱会使讲，咱的人生若无耶稣基督，人生是啥物货？黑暗。有耶稣基督，咱才会光明。总是伫一个光明的身份内底，咱要安怎伫救恩的身份，和咱生命生活内底，会使相符合，求主帮助。特别伫即个世代内底，咱要承受即款的疼的时阵，咱看到讲伫今仔的圣经内底，咱看到搁接续内底，以弗所书的第8章，第5章的第8节开始讲到即个光明的身份的时阵。搁来接来，因为光会结使在伫一切的好、甲义、甲真。若是用华语来讲的时阵，光明所结的一切果子就是好，就是良善啊、善良。这是一个用形容词的名词。阿卡索斯呢？咱讲阿加佩是一个疼，是一个好，但是伊这是要讲的是啥物货？对人有好，对人有良善，是一款，毋是讲到你家己真做光明囝真好，总是有一个伫生命内底的一个互相的勉励，咱爱行好，行伫即个良善，亲像咱拄则圣歌队所言，清早起心门着拍开内底，有讲到一句话：心肝充满疼人的心，当儿子做模样，日子亲像主日早起，当儿子做模样。当儿子做模样是啥物货？儿子的良善、怜悯、含温慈、怜悯。讲义是啥物货？伊即内底咧讲的即款的义，不只是上帝和人之间通过耶稣基督，咱才做合一的关系。伊嘛讲到咱的生命内底，要安怎伫即个社会关系顶头？毋是互咱家己得到利益尔，嘛爱关系伫整体性的、群体性的一款的正义。毋是讲什物的代志，我是光明的囝，什物好康的我家己饱，安尼足歹听。是讲你会晓要安怎伫共同的生活的内底，咱行出正直，咱行出正义。所以伫即内底。伊咧讲要安怎伫即内底第5章第9节内底，一切好义甲真，这真是阿列西亚是真理的意思啊。淡水真理大学的英语名就是阿列西亚，毋是真理大学，伊是阿列西亚。这是咧讲伊是啥物货？真理是啥物货？是诚实无虚假啊！伫迄个社会内底。真侪人有可能受到社会的一寡影响，是讲你袂记你啥物货是真正的真，对上帝诚实，对家己诚实，对众人诚实，认捌家己。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咱真是暗，但是认捌真理，照光咱心内的黑暗，行出光明，面对这个世界的虚假的时阵。踮伫主的内面，伫耶稣基督内底，敢为着真理做见证。讲真简单，做真困难，求主勉励。特别伫迄个社会内底，以弗所信徒的挑战，和咱即阵的挑战共款。咱看即张地图这是以弗所的大概地图。以弗所就是迄个红字，这是伫对呢？伫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西边，搁过去，经过迄个地中海，是爱琴海过去到欧洲。咱看迄红色的，所以以弗所是一个什物款的所在？伊是一个海港，而且伊有一粒山，顶头有一个叫做雅典米女神庙。迄间庙吼，那咱用上山来讲吼，咱拍过去有一间庙，最大间是啥物货？慈幼宫吼。
迄足大间，咱咧想行，你安尼想，大概差不多上山旁边啊有一条河嘛，淡水河。哦，你若甲放大吼，淡水河啊放大比地中海依附所伫遐有雅迪美女神庙。哦，这是啥物货？听讲迄个时阵的小亚细亚的大都会，小亚细亚安尼讲就是讲亚洲，佮过去就是欧洲的迄个所在的依附所，迄个时阵有一个资料，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来讲，迄个城市大概有20万人，迄个时阵20万人算真济啦。雅迪利女神庙的崇拜影响到迄个城市所有的行业的生活，靠即间庙，靠即间庙来崇拜的人，对各地来，你伫遐有上有无益的，对路人来的，啊对北平对路人来，对海来的，组织伫遐为着要求平安，要求啥物货？哦，比如讲有一个啥物货？平安的出行。哦，台湾人拜妈，你也想讲台湾人拜妈祖，遐个人拜雅迪美女神，安尼差不多啊。虽然毋是真好的类比，但是用安尼较好理解。所产生的是啥物货？即款的信仰，我想就是安怎？信仰迷信的成分真高。即个迷信啥物货？我通过用即款的教案，我献偌济，你着爱保庇我来者。我即个时阵甲伊顶。公明顶我去年点8万，今年我加嘛，因为我台市顶有趁钱，加嘛，24万，保庇我讲最近股票佮互我趁钱，我佮甲你顶公明顶，大概是即款信用。用安尼来看的时阵，即摆台湾人，我毋知影敢有足共款，但是根据迄个有一寡的资料来看的时阵，伊迄款的宗教的迷信。经济利益、信用变做高的时阵，人心扭曲。所以保罗向依附所遮的人写批呢勉励的时阵，咱真做光明的人，你的信仰的心态是毋是安尼？咱的信仰的心态是爱追求良善、公义、好的代志、公义的代志、真理的代志。也是你要追求的是利益。咱用安尼，咱正做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阵，求主帮助咱去测验、去明白耶稣基督主所欢喜的代志。这正做咱生命的功课。搁来，咱咧想一寡代志。迄个时阵，有接受福音的人是少数，少数的人要面对迄个时阵整体性的宗教迷信的气氛。也是一款人生伫即款的经济利益、商业发展，伫迄个时阵的即个社会看起来真济看起来真青野，总是人的心扭曲的时阵，你要行上帝所欢喜光明的路，也是你要对迄个时阵的价值观来行。所以保罗先生伫依附所地。我拄则所一直强调伫第5章第8节，伊讲就是爱安怎，咱是爱怎，着照光明的人来行。第5章第10节安尼讲，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就是咱今仔所学的功课。和迄个时阵依附所信徒所当的挑战，差不多共款，但是伫即内底，求主帮助咱。咱做伙来学习一件代志，特别这就是神学教育非常重要。毋是讲要从神学教育对有真好的学术，有真济会使向世界对话，嘛是对咱台湾本土有真济的反省，也是对咱整体教会生活内底产生一大的神学的研究，造就人培养传道者。但是转来到无论咱追求信仰的神学教育的核心内底，求主帮助咱，明白测验，明白知影主所欢喜的，互咱活出即个光明的身份。所以咱看到伫安尼来看的时阵，搁较清楚保罗伫遮要向迄个时代的人所强调，嘛是向咱即摆的人对迄个时代所当着的挑战内底。
以弗所调查内底，转来到咱今日2026年台北市松山区，伫咱的教会，也是讲伫台北市咱所当地的共款的调查，要安怎伫7个世代内底测验处所欢喜的，伫遮搁来第5章的第11节到12节，安尼讲，互相的一个勉励，无伫参插伫黑暗无效果的行罪，较好伫即避因，拒绝黑暗无路用的即无效的代志，黑暗无效果的行罪，较好即避因。因为因伫暗前所行的，连讲拢见效，所以伫即内底求主帮助咱有一个什么会光明，毋是即款的，伫即个黑暗红艳艳的内底，会一款的哪一款的交易，私下的一款的出卖良心的即款，出卖咱家己信仰身份的行罪，这是主无欢喜。所以基督光照，搁一摆提醒咱大家，第5章第13节咧讲，独独凡事受责备的，就是互光所显明，因为既若受显明的，拢是光。所以讲，困的人就醒起来，对死人中起来，因为基督的光要叫你，要来叫醒咱大家的心灵。伫基督的光照内底，咱要爱不断的醒起来，因为伫即个社会内底，有真侪声音，有可能互咱袂记起上帝，也是耶稣基督的声，互咱甘愿活伫黑暗内底，无愿意起来。所以，咱看到伫你若手头有圣经，你来看到讲，伫即内底第5章第14节，所以讲。困的人就醒起来，对死人中起来。你若有机会去读到原文，也是英语的翻译的时阵，你会当发觉讲，即个保罗是用一款要甲人叫起床的种声 ，Wake up, everyone, wake up, come on, wake up， 醒起来啊！毋通搁困啊！伫即个世代内底。通过耶稣基督叫醒咱大家伫咱生命底良心，我想这就是神学教育嘛，是咱今仔日伫遮做伙来学习。伫我老师吼嘛，是我院长，我指导教授王庄老师，互我真大的一个勉励。我拄要讲吼，我今日所讲的，伊就是爱学习要安怎来伫遮追求测验明辨。追求上帝所欢喜的代志，这是神学的第一个功课。我会记我伫神学院的第一天，先听即句话，第二句话伊安尼讲：人的一生和神学教育是一个雕成和启蒙的一款的旅程。雕成是啥物货？向伫迄个咱要追求的生命内底，你真认真去向上帝问一个问题，你追求即个真理，但是嘛是一款的 enlighten 启蒙的过程。即个启蒙的过程真趣味。因咧讲一个代志，讲转来甲讲，你今仔日有机会来读神学院，你会当问一寡真基础，但是你会当追求的，平时去看做讲你什物一世人。但是咱是讲，成做上帝所创造的人，到底是什物款的优秀？这个创造毋是咱肉体尔，是咱的心灵、信仰、眼界等等的。搁进一步来看的时阵，今仔咱成为基督徒，就是所谓光明的囝、光明的囝儿、查某囝的时阵，要安怎伫活出耶稣基督宝血所属伫基督内面的身份。简单讲，这个启蒙的过程，就是咱今仔日以弗所讲的这个代志。对即个有一个新的身份的一个认同开始进入到咱要伫咱的生命内底追求生命会使讲相称来讲，也是符合的生命是这一世人的功课。这需要一款的启蒙 enlighten， 这 enlighten 嘛，亲像啥物货？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甲你叫醒 ，wake up， 光一礼拜。咱重新得到咱生命的反省，但这条的旅程另外一款的是啥物货？是咱生命向伫一个更较悬的价值来行，迄是一个朝圣的过程。
即个雕成的过程是啥物？什么代志是你生命内底所无法度欠缺的？搁来问一个搁较大的问题，真侪人咧问，比如讲有神学家普天的保罗田利科咧讲的人的终极的关怀，你的终极的关怀是啥物货？是趁钱也好，比如讲以弗所迄个时阵的人，伊可能求的是一款，伊会使伫迄个真动乱的时代内底，伊出海会当趁着钱，所以拜亚迪尼女神。但是咱的终极关怀，当是安尼嘛？是毋是佫会使向一个佫较悬、上帝所欢喜的即条路去行？这诚做咱迄个时阵，我进入新学院的第一天，我的院长嘛是我的指导教授，安尼咧甲我做向遮的同学做一个挑战。这毋是伫新学院迄3年尔，是咱诚做咱一生内底所爱跑走的一个的过程。共款，伊是用王宗尧牧师，伊是用一款呢现代语言雕饰，也是启明来做一款的联合。重新去读以弗所书，其实就是咧讲即款的论点。咱有耶稣基督，互咱的新的身份，咱行伫生命的道路，有无共款的歌曲出来。咱心内有耶稣基督，诚做咱生命内底主的时阵，咱即个雕像和启明的路程内底，咱讲的无共款。当即个世界甲咱讲什么货是好的时阵，咱爱听是讲什么货是主所互咱所欢喜的代志，这就是雕像和启明的道理。今仔日咱共同来关心神学教育，其实嘛是关心咱家己的信仰生命。什么会是神学？我今日所讲的即个代志，虽然我离开神学院，也是定定向神学院联络，对我毕业吼2015年，即摆2022年已经10年、11年，但是我进入神学院的第一天所讲的，我重新去看迄个笔记的时阵，其实即内底吼，李前总统有一句话讲啥物？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嘛。神即摆爱讲吼，神之所欲吼，常在每个人的心啊。这是啥物货？主所参然欢喜的代志。我今日跟你讲的真济，是我神学院第一天到即阵，我一直咧想的代志。什么会是神学？神学就是信仰的反省。所以信仰的反省有同过，比如讲教会历史啊、圣经神学啊，所以我爱读什么旧约神学、新约神学，我爱读希腊语啊，读原文啊，读迄个希伯来语啊，因为希望搁较看清楚圣经。嘛爱读一寡台湾教会史啊、台湾历史啊，什么伦理学啊，足侪，嘛有。我伫神学院嘛爱唱3年的圣歌队啊，但是即内底其实是讲操练是要帮助咱安怎做神学，就是信仰的反省，搁来对遮的好的代志顶头，神圣的代志顶头去想，咱信主的人，也是你咧诚做伫受神学教育装备的人，要安怎活出主所欢喜的即款的生活？会行出，也是咱的思考、信仰，咱和即个世间的街道有啥物款路？即条神圣的雕像的路，启明雕像的路，才会行一世人。嘛，感谢主，通过咱的教会每一礼拜，咱共用的聚会，毋是讲咱家己真孤单咧行即条启明雕像信仰追求的路。有真侪人和咱做伙，咱共同伫遮起坐，伫遮完成，伫遮去追求主所要互咱诚做咱生命使命的代志。我特别爱讲，旧年是1865年吼，1865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60周年啦。但是嘛是，若是无即个人，可能无台南神学院。
这个人做巴克的牧师啦，伊就是创设台南新行业的人。啊，伊16岁的时阵，伊写一个献心的祈祷文吼。后来伊结婚的时阵，逐年吼拢爱请伊的看守、伊的牧师娘，和伊做伙签。伊内底有一句话讲吼，使我得以在圣子宝血里洗净罪，对黑暗行较光明，使我穿他的义，在圣灵里得以成圣，穿伊的义。这穿伊的义，就是伊的身份，和所做的行为，穿这件衫，会使啥物货三负合。求你改变我，互我亲像伊共款，亲像耶稣基督共款。这是啥物货？将伊的心事放伫啥物货？互主所欢喜的事，家己的欢喜留主当下，会使互咱每一个人行事共款。得到清洁、喜乐、安慰及所需之能力，这就是嘛，会使对比讲，保罗对以弗所，而且伊教会人所编的第5章第9节，因为光会去指在伫一切的好地良善、公义啊真理内底。我想这做互相的勉励，互咱大家会使，咱看最后一句。使我生命在父神的荣光及能力下生活，互咱的性命会使伫耶稣基督伫天父上帝的听内底，咱会使伫遮来生活，求主帮助。这真做是咱今仔日咱做伙伫台湾新行医奉献主任，嘛是伫这段时间所谓待在这期，咱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过活，咱真做这个真。无简单所得到的基督徒，也是光明囝儿的身份内底，咱会当珍惜。搁来，搁一遍用5章第14节内底，Wake up, everyone wake up, come on， 起来啊，醒起来啊！当基督教的教会醒起来啊！奉过耶稣基督的，奉过咱关心神学教育，其实嘛是咧对我家己讲。我有时也感觉讲，我家己真需要重新伫主里反省。我今日出门的时阵，我想上帝我足大的提醒。我真早出门，但是迄个卡啦，就是有一块白白的，无查出来。但是我嘛无转去摕，因为我知影我本身是有黑暗，需要上帝来救济。我需要逐工伫主的面前跪下，伫这内底，对死人中出来，上帝更要招咱大家，上帝更要招咱家己求主帮助，因为台湾当着真大的困难，新行业嘛真着真大的困难，我的母校台南新行业嘛有真侪困难，重新伫主的面前切起来，去测验主的心意，互上帝更引带。互咱大家在座每一个人，其实拢是会当参与神学教育的人。不管你奉献支持，还是你定来听神学的祈祷，还是你家己愿意用一寡的时间，你不管是伫台北真方便去参与伫台湾神学有深度的神学的课程，还是你愿意用你生命内底的3年去台南去我的母校台南新学院去浸一个，毋是讲台南物件好食啦，我感觉会有一寡无共款的生命的风景啦，做伙来追求，伫咱的信仰启明雕成的路内底，愿咱的正教会拢会当活出光明囝儿、查某囝、上帝囝儿的身份，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阮伫遮会自尽，因为阮做伙自尽，是因为有主你的恩典，你互阮对黑暗行日光明，互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诚做主你看做光明的囝儿查某囝。感谢主，我嘛通过保罗先生所写以弗所人书所写互以弗所迄个时阵的人的批信内底。在信徒的批信内底来提醒，
爱插念什么代志是主你所欢喜的事。伫即个世代活出善良、良善、公义、听真理的生命。恳求主帮助，伫今仔日，特别是伫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内底，恳求主你看顾伫台湾的神学教育，通过一代搁一代的人培养服侍你的罗卜，培养造就信徒，嘛感谢主使用每一间教会成做神学院的帮助，互正教会特别伫阮所生活的即个处境、即个世代内底，成做主你光明的见证。阮想神学教育从教会对人才栽培、信仰实践，交代伫主你的手中，嘛恳求主看顾保守，伫逐间神学院的先生、老师、学生，同工享受因智慧、信心、听心，伫真理内底受到装备，伫呼召内底得到主你生命的建立，成做终身服侍主你的罗卜。嘛求主感动阮每一个人参与和支持伫神学教育内底，愿主你的光照光阮每一个人头前的路站，互阮活出上帝今日查某囝的身份，时刻反省，去明白什么会是主你所欢喜的事。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因为光的果子在伫一切好、甲义、甲真，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伊有所书5章90到11。因为光的果子在伫一切的好、甲义、甲真，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伊有所书5章90到11。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19首，请起立。
坐，奉献，请廖贵甘执事、珍妮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89页消息报告。第1点，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特派李信任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感谢李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3点，小会定4月5日礼拜日，国外济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要认捌信仰的，请向陈美玲牧师来报名，方便来安排洗礼的课程。牧区消息：上年团契定3月18日礼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市通庆长老分享，请客友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互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嘛为着今仔日听见台南新学院的需要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同样的事工，无论咱对外社区事工，也是对内的事工来祈祷，也为着咱建堂的事工继续祈祷，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来祈祷，咱为着神父兄来献上，向上帝献上感谢，因为伊。即届伫病院，伫昨昏真顺利，会当出院，转去厝里疗养。咱继续为祈祷，嘛为着燕纯来献上感谢。燕纯伊顶届的即个治疗拢真顺利，咱恳求主也继续带领伊接续落来的遮治疗。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应轩、林水长老、怡丽、慧玲姐、秀慧姐、金魂姐、雨婷、阿卡姐、民主姐、方梅姐、俊生兄。丁友兄、明理姐、道明兄、阿菊姐来祈祷，咱做伙开喙来为着遮个机体，为着遮个事来祈祷。
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来到即个世界，成做阮所看见的耶稣，互阮会当透过十字架的救赎来得到新的活命。阮你来献上阮的感谢。主，恳求你保守你的遮个真囝儿，阮是互你的保护来流血、来赎回的囝儿。恳求你，互阮会当珍惜安尼福气甲身份，互阮毋若是认真追求阮的信仰，并且阮也会当伫阮的行为顶面会当有好的见证。特别伫祈祷的事，主，阮知阮会当透过祈祷来到你的面前，将阮逐样阮内心所求所想摆伫主你的面前。主总是，互阮毋若是为家己的需要在祈求，也恳求你保守，互阮因为看见即个世界的局势，互阮会当来替即个世界来祈祷。主，阮看见真侪国家伫战争、战乱，也是有真侪人生活伫无自由、无平等的世界。主，阮恳求你会当来引带带领，互遮个拢会当互你的真理、公义来改变。主，也为着台湾祈祷。恳求你帮山保守阮的台湾，互阮会当三甲团结，互阮会当伫即个细细土地顶面起造合你心意的一个国家。主，也恳求你引带，互阮遮个台湾的乡亲，互阮佫有真侪人还袂认捌你，也恳求你使用阮遮基督徒，互阮会当将福音来会当来播扬，互阮四周围的遮个亲人朋友。互因会当照着福音，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救。主，阮也要为着阮各地宣教师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宣教师，互因会当伫遮个所在，伫离开家己的故乡的遮个所在，互因所做的工会当富裕成长。也恳求你会当赏赐因，会当有健康的身躯、勇壮的心性，会当为主你来做工。今仔日也是台南神学院的主日，阮恳求你保守祝福即间学校，互因无得欠缺，会当有遮教育的，无论是金钱，也是大道，会当来互即间学校来诚做培养你传道者的一间学校。主也恳求你看顾阮的教会，无论是阮对外遮事工，也是阮内部起造，也是阮建堂的事工，恳求你继续来带领，也为着各兄弟姊妹来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互遮兄弟姊妹会当渐渐恢复健康，互伫病院的会当顺利出院，转去厝里疗养，也真侪接受开刀的，也互因身躯拢会当渐渐好势。主，恳求你引带帮赞，互兄弟姊妹会当继续倚靠你，会当哪来哪有信心。阮要将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你继续带领阮接续落来的新的日子。互阮每一工、每一时刻，都会当为主做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咱来行平安礼。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这时来吟圣诗398首，吟诗了，请陈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要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